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我跟進翻編號077啦，關於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嘅。咁呢個計劃喺2023年推出啦。大家知道其實護理員人手不足咧，呢個問題係長期存在嘅。咁亦都係近於20年咧，其實都一直有輸入外勞嘅。但係我想講嘅咧就係喺輸入外勞嘅同時咧，其實都近呢20年咧，都仲有大概1萬個至11000個左右嘅本地護理員喺呢個行業入邊嘅。其實係相當穩定，雖然有輸入外勞，但係咧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我希望政府咧，我哋要諗盡辦法啦，去將呢一啲稍為優質少少嘅護理員嘅職位咧，係保留俾本地工人，因為呢1萬個到嘅職位咧，主要係集中喺資助院舍，因為條件稍為好少少嘅資助院舍嗰度。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就呢個特別計劃實施之後咧，我睇翻政府答覆啲數字啦，就喺我哋睇實施之前嘅數字咧，大概喺安老院舍入邊嘅護理員嘅數字咧，大概本地護理員咧就有8000個，外勞護理員有4100幾個。嗱，一路咧就特別計劃實施之後就係一路下降嘅，咁由8000個降到7000幾都。最後咧，2025年嘅12月31號嘅數字咧，就本地護理員咧就由當初嘅8000個降到6474個，而外勞護理員咧由4100個咧就升到6930幾個，而且呢個可能仲係一個會繼續即係反轉嘅趨勢啦。本地護理員嘅職位一路都減少咁事實上咧就我想睇下政府咧，即係你有冇咩辦法咧去令到我哋本地護理員呢啲職位咧可以繼續留翻俾我哋本地嘅工人啦嚇。多謝主席。係局長。主席，多謝周議員。大家都知道咧，喺院舍入邊嘅護理員咧，我哋長期都係人手不足嘅嚇。咁所以都係呢個原因咧，我哋就實施咗一個特別嘅輸入計劃嚇，就令到我哋院舍無論係私院也好、津院都好咧，或者資助院咧，佢都可以通過呢個計劃咧揾到人手，係照顧到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嘅。我覺得呢個第一，大家都要明白，即係呢個計劃嘅目的係既令到我哋本地人係有優先工作嘅機會，但係另一方面咧都要顧及咧過去咁多年嘅實踐話俾我哋聽咧，如果唔夠人嘅話咧，喺院舍入邊嘅服務質素好難維持到。其實最基本嘅沖涼啊、餵食啊，你係要人嘅。但係都請大家放心，本地嘅護理員咧，除咗當然如果佢做護理員係一個方法啦，另一個我哋都好希望咧，佢哋好多係可以晉升嘅嚇。咁包括由護理員做到保健員啦嚇。做完保健員之後咧，而家我哋準備都要嚟立例啦，再加一個就係護理保健師嚇。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本地人咧，我哋希望佢可以向上流。即係佢唔好淨係做最低層嘅護理員，嗰啲係最辛苦嘅，係要努力。如果佢有意願，亦都有呢個能力咧，我哋盡可能幫佢去做保健員。如果保健員佢能力都好嘅咧，就幫佢再有得升，即係我哋下一個會搞嘅職級咧，就係呢個護理保健師嚇。嗰個等同於差唔多，你可以等於一個喺院舍入邊嘅登記護士㗎啦嚇。咁我哋希望通過呢一連串嘅做法咧，既保障到本地工人嘅就業同埋晉升機會，另一方面咧都令到院舍係可以請到足夠人手去照顧好我哋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多謝主席。